昨挂暝，云林科技大学边仔的小食街是在火烧厝，消防员到场的时阵，大火已经烧到白白叫，这个火佫炭烧到路边的树仔。可怕的是，这个4颗练灯拢是徛家甲学生的宿舍。这消防员是冒险挖进大火喷水来拍火。小食店的头家接到消息赶到位，看到咧讨炭的店面烧了了，心是有够痛。好哩佳在，无人受伤。 小食店发生火警，火势非常大，这边的路树嘛叫大火烧着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布水线灌救，但是火势实在是伤严，甚至开始往两边边的店家烧去。消防人员冒险挖进抢救，这大火一直对铁门后面传出来，赶紧出动电机啊，锯开铁门。 往内面转水，这是云林科技大学边仔卖食的所在，四周围拢未少学生宿舍，担心大火延烧到边仔的住户，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30分钟内赶紧拍火去。政府人敲电话讲恁隔壁你火烧厝啦，啊你甲赶过来？我才赶过来，但是我赶过来，人已经遐附近人走过来看。哦。 开学啊，一间的小食店，煞叫大火烧掉去，头家是心肺伤痛。这场大火烧掉5间店面，好佳在无人员受伤，附近的居民嘛拢去惊到。